大家好，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翻呢部 Westolift 嘅移位儀。咁呢部係一部電動嘅移位儀啦，我哋好適合啲臥床嘅老人家或者長者啦，就將佢由個床邊上翻去輪椅啊，或者帶佢去洗手間或者出去食飯啊咁樣。咁你見到咧我哋呢部移位機咧係可以遙控嘅。咁就同埋有遙控功能啦，再加埋有兩粒掣係可以控制翻佢嗰個上落嘅嚇。咁大家睇睇佢有啲好軟熟嘅 cushion 去扶住個使用者啦，咁就可以上下同埋活動調校嘅。咁下底呢條帶咧就係愛嚟擠喺佢個大腿穿過個大腿度，等佢有個承托力啦。咁就膝頭哥會擠喺前邊呢兩個坐枕嗰度啦，下底嗰個。咁你亦都見到咧有條安全帶係勒翻佢個背脊，就確保佢個使用者嘅安全啦。咁就呢部移位椅係好適合啲長者或者安老院舍嘅使用嘅，咁就減輕個照顧者嘅負擔啦。有需要請聯絡我哋 5step.com.hk 啊，多謝大家。